黔驢常訓。南北朝時期，齊國有一個孝子，姓宇，名黔驢，字子征，係新野地方人。佢先至剛被派到山陵縣做縣官，上任未滿10日，忽然覺得心頭撲撲嘅驚跳，額頭亦直冒汗珠，速速嘅流落嚟。佢知道家裏面一定有事發生咗，就立刻辭去官職，趕返屋企。返到屋企，果然父親宇奕患咗痢疾，但係因為先至病咗2日，醫生無法準確判斷病情，就對黔驢講：如果想要知道你父親嘅病係唔係能夠好，只要嘗下病人糞便嘅味道就可以知道啦。若果味道係苦嘅，就好容易醫治；若係甜嘅，就唔容易醫治啦。宇黔驢立刻將父親嘅糞便嘗咗一嘗，不料味道係甜嘅，因此心裏邊好憂愁。每日到咗晚上，佢就跪住對北斗星叩頭禱告，請求上天能夠保佑佢嘅父親，並且亦願意以自己嘅生命替代父親嘅死。後嚟父親死咗，宇黔驢為父親辦完咗喪禮，並且喺墳旁搭咗草舍守孝。黔驢遺令：父病棄官，禮斗期待，常瞓心寒。宇黔驢，字子征，新野人，為山陵令，到任未旬日，忽心經汗流，即棄官歸。時父亦病痢，此2日，醫者曰：欲知瘧劇，但常瞓，苦則佳。黔驢常知甜，心憂之，每夕啟爽北辰，求以身代父死。亦卒，居喪過禮，勞於重則。